我深深的明白到，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帮共产党打天下的，最后我爸爸都是共产党的监狱不压共产党一样压你，所以呢，对共产党没有信心的。因为我父亲呢不愿意跟共产党在一起合谋去陷害其他人，我父亲是有资格的，第一野战军的，太凶残了。他自己治不了呢，就让那些武警过来扮演这个香港警察，黑社会明目张胆地打香港人，随便把香港那些年轻人就从楼下扔下来，所以很残忍的，有的押送大陆，很残忍，比文化大革命还残忍。你想呢，你这个政权呢去攻这些2个大学，8964都没有，解放军都共产党都不敢去攻北京大学的，所以这个是很凶残、很邪恶的一个政权。他呢就想把这个学生就灭了，把香港的这3代人就要去灭了。共产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，有一线生命我都要出来了。香港人最成功的就是大团结，这个团结呢就是我们香港人最有力的力量。我还是说，共产党就怕你团结，怕你有一股力量冲击他，说穿了就是一样，怕你团结。他希望你们就分化，无论你是卖葱的、卖蒜的，总之你一个村庄里你一团结了，他就开始紧张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香港人很勇敢呐，这些年轻的一代就是我们香港人的骄傲，也是我们人类的骄傲。这些大学生很聪明又斯文，他们也不会随便受贿的，就是好像他说爱出来给钱的，根本没有钱的，你就给他平时买个汽水，他都不会去喝的。所以他们都是抹黑这些香港的年轻人。共产党这个体制呢，很邪恶的。一定要把它推翻。歼灭中共的是我们每一个对中共这种邪恶呢一个最有力的口号，但是任重道远。共产党呢，他呢不让你有文化的人知道那么多。总之，你像猪一样的不要有文化。反正我这个节目要发出去的话，因为好多人说，哎呀，又怕这个怕那个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反正我都到这把年纪了。